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4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地动尾一直桥是搁一届升等花莲，和资本就已经搭红单的统帅大楼，也搁伫花莲中山路征收停业的富凯饭店，拢因为规模6以上的地动尾，即马严重起起。伫今日早起8点，统帅大楼已经开始试拆，若富凯饭店会先天土土更牛先甲建起来，伫下晡也是明仔早起才会开始拆。花莲市区中山路的富凯饭店，伫连续2遍强烈地动了，已经正明显出12度。各种工程车赶紧进驻，比较天龙市大楼的拆法，先吞土甲伊拆掉的。因故因为市区所在较远，车出入较麻烦，拆除作业是更加困难。但是也是希望2礼拜来拆煞。今天会先进行垫土，跟明天会进行型钢支撑。那如果顺利的话，就明天会。下半天会开拆，或者是后天早上进行开始拆除的作业。另外，伫明日路的统帅大楼，伫咧403地动了，就被搭围楼的红单，因过2、3透早2遍地动尾，紧条的 H 型钢架也被整个倒去，一楼柜拢无去。伫开始拆进前，台电先进行大楼电路改线作业，避免造成附近社区断电。拆除时间赶快按算2礼拜。一夜难眠呐，然后想说天亮了，然后就想说赶快跟几个租户比较好的大哥啊、大姐他们约好，就一起过来静静的陪他。受到地动尾影响，花莲重建即马更加困难。国民党总召卜坤奇本来25要带共党的立委去中国访问5天，即马团工可能延后1天出发。我们今天到大陆去，能够带进更多的客源，团客自由行能够走进台湾的话，能够让台湾的农产品或能够出去人能够进来，这不正是台湾最需要的国会员的公务吗？地动尾再加上大地动，秀林乡出现土石流的情形，为着惊会发生危险，公所23开始有防性撤出，将会甲河中甲河林部落总共80位居民转到安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伫这个月初4月初3，花莲大地动了后，是有真侪建筑物拢有受到损害。花莲县政府是表示，也毋过有真侪拢亲像即个富凯饭店共款，拢是无通报灾害，拢无通报灾损，所以嘛，因为安尼生，政府就无派人去检查，所以就无搭红单也是黄单。也毋过为着要抓出这乌数，目前花莲县政府已经重新启动建筑物的紧急评估。地动发生较无1分钟，规栋建筑物开始由搁称土粉出来，本来挂伫真悬的看板规个落来。这是花莲市中山路154号征收中的富凯大饭店，伫透早连续2届规模6个地动了后，2卡车12度。因为富凯甲4月初3倒去的天龙星大楼离400公尺，外界想讲是有搭红单的建筑物伫进行施工，结果县政府一个清查，竟然无伫红黄单的名单内。这栋没有被通报为要去做紧急评估，所以目前它没有被贴单。除了富凯大饭店无通报，花莲市中正路的上艺大殿1楼已经为封锁线，因为外壁的泰路落落来。另外，化工街42巷1至5号这栋30年70楼悬的至尊门地1楼的涂骹有一个大壁棚，壁嘛已经破去，都跑出来，晚上都不敢睡啊，都不敢睡啊。嘿，可是也是在屋子里。4月初3强烈地动已经严重车气塌落去的北平街早餐店，虽然已经拆除完成，敢若剩一户民家，不过隔壁的民家嘛未欠咧地动尾，伫下晡1点外外壁倒去，红砖啊落规涂骹，好佳在住户早就搬走，无人伤亡。你们这个有被贴红黄单吗？没有，也没有。没有啊，那时候本来墙是好的哦。对啊，墙这个砖墙是没有倒啊。它是有裂开啊，还有水泥那些都裂掉。花莲县政府应该要扛起这样子的责任，来主动出击，来主动来去深入来调查。根据花莲县政府的统计，到22已经有黄单、红单各57件，有一寡无主动通报县政府紧急勘验的厝主，可能是无了解厝的结构。在受损建物愈来愈多的情况下，结构技术就建议地动了后，主体内若做出现牛条裂缝，建立像拍车啊壁棚顶，就会当通报。这一次的中型地震，它给予我们百姓做一个示警。他也是建筑，他也在求救说：“我体质不好哦，我已经有问题了。”
县政府讲，因应新的灾情，民众若是有需要，拢会当阁通报紧急评估，会依照通报顺序为指定安排互评。民众若是希望家己拆除，每一栋建物会当补助30万的拆除费。记者综合报道。地动尾省长花莲有一间伫花莲受风响的民宿，伫4月初3大地动了后，就已经有受损害。昨早地动尾未堪要摇，条啊全断去，目前已经风大红单。另外，伫台11线真侪路段山壁崩落来，车路嘛闭开，公路单位已经派人咧抢修。也伫丰滨乡的天空步道，嘛因为地动尾的关系，即嘛无法度开放。原本2层楼的民宿有3支条啊剥开，钢筋扭曲，夜日的玻璃帷幕也规片落落来碎了了。这间位置受风响的民宿，面对海景景色真水。数03大地动了后，先出现钢筋捅出来，壁壁损的损害尚未到。为透早一直继续的地动尾，更加互伊强要倒去。早起又有地动尾，土卡闭开，造成建物错动。才慢慢的，它就往下，然后整个就下陷这样，当然吓一跳了。建筑部已经封认定危险大红单，好在在民宿祖孙3人早就搬到边仔的厝暂时住，无受伤。面对建物无定着这个当拆除，民宿主人虽然无奈，也毋过拄着天灾也无法度。地震还是一直来的。那没有办法了，就求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只要人平安就很好了。地动尾无停，互受风响未少社区受损。今日水莲社区部分厝的瓦壁落去，规涂骹砌砖啊遐，居民讲这一暗根本就毋敢困。透早才发现家园东倒西歪，连都水的大水桶拢变做2轨。想起天摇地动的时，又怨心惊惊。我们就在这边啊，不要看这地方，怕电线杆倒下来啊。大地震也互台11线部分路段一直有落石，会当看到山壁放一大片。那路边因为强烈有害，4轨拢闭损。公路单位赶紧派南马空车往各长各深的闭损继续关张，以免大雨一来有抗路面。这种土质下雨天可能会垮掉，一定要灌起来，怕下雨那个雨水跑进去。高前往丰滨乡有名景点天空步道，伫403大地动了后已经封园，想要告423地动尾，互步道受损的情况更较严重。透过乡公所空翕的相片，会当看到全名是青不敌主海上古道，前段已经无路基，那后段强化玻璃铺成的天空步道已经毁损，要用偌济时间会当修复。公所表示，也有待进一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3花莲大地动，甲地动尾已经上千届，那前站的地动真济，地动中心即马看起来嘛有对海底往咱台湾陆地挖过来趋势。也那气象署的地动中心即马是研判讲，4月初3甲过20外天啊，即马阁有地动尾，怀疑是和海底的蒙断层有关系。也紧急照明灯倒去看物件，随着国外较紧离开，可能经过规暝一直发生的地动，真侪人烦恼甲毋敢困，规去塞车去空旷的所在里。花莲待那么久，有这样那么久过吗？摇那么久？没有，也没有哈。对啊，已经摇一下子。一路灯甲天光嘛是搁一堆地动尾，花莲市上大的公有零售市场、中庆市场，壁面嘛风整甲放起，对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画面表示一日仔就放落来，砖啊、安门头、喙甲龟头骹，大乡接着通知赶登来看，才知影灾情遮严重。他说墙壁要拆，我们就来拆迁了。哦，因为你们也是靠墙这一面的。对，来。哦，你们是这边，那这边也是要拆除的，就对。对啊，真的要拆啊。地动七报中心统计，对0403花莲7.2大地动了后，地动尾已经破千。对4月22日晚暗5:08分开始，地动尾是逐渐出现，以23透早发生2个规模6和6.3的上大，规模5到6的嘛增加24件，规模4到5的嘛有85件。到23早起10几点钟内，地动尾就200多件，这表示讲地表应力搁在调整，过去能量是在北平、南平能量的释放还未稳定。从4月3号之后，4月22号到昨天5:08以前，大概都主要是集中在
比较北边的一个区域在做一个释放。像昨天5.8分这个地震，我们就判断这是一个起始点，就是南边这一边。另外分析最近2天以来的地动尾数列，尽量有往南的趋势，集中在受风乡附近。另外一直发生10公里以内的浅层地动，甚至有深度1.1公里的极浅层地动。除了和地质构造有关系，嘛可能是速报系统定位有侦查。它其实是位在主震的一个西边的一个位置，已经到陆地上来了，而且它的震源深度都相当浅，所以民众的感受是相当的一个强烈。地动预报中心预估未来半年到1年，拢有可能有发生地动尾。伫主要地动过后19天，还有一大堆地动尾。除了应对调整，嘛无排除海底可能有梦断层。记者综合报道。在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通过咱台湾受北边高压的影响，北台湾的温度嘛降低。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北台湾高温大约是23度至25度，其他所在高温是27度至30度。若各地是偶出现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伫西半部、宜兰、花莲有局部大雨。总共对流的分析较贵，就有可能会向上大雨，会透强风，会单雷公，会出现剧烈的天气。若下暗到明仔早起，北部、东半部会冷雨，雨会较停。抑搁真紧，搁有另外一撮锋面挖进台湾，对拜五会一直影响到礼拜。若受方面的影响，今仔日全台湾天气拢真无稳定。今仔日气象署共款有针对湘北、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甲彰化发布大雨特报，嘛不时有可能会针对出现较旺雷雨包的时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警报，所以要提醒乡亲就爱细致，因为惊雨落伤凶，就会积水也是淹水。镜头来中国广东即马嘛咧落大水雨，咧做大水，已经有造成4个人死亡，超过5万人有路无厝。若当地上强的雨水还未到位，是明仔25雨会落甲搁较大阵。另外，咧做大水的洛西亚和哈萨克，即马是也搁咧淹。这溪水是涨悬1公尺半，有13座桥互淹去，9条路即马嘛海去。另外，伫印度即马是热翕，有热流。白地高温已经有达到40度。几台轿车祸涨起来溪水冲走，水正强，强要弯到岸顶起来。伫广东省永德市汉江镇大范围做大水，救援人员用手拎船把人救出来。最深的时候，水深是超过3米，这里的水位开始缓慢的下降。到现在大概是下降半米左右，大概是8000多户，超过3万人。那根据统计啊，4月以来，其实英德的国家气象站的这个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584毫米，这其实啊也是突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4月份的月雨量历史极值。广东拄到这100年才一遍的强降雨，已经变做重灾区。不过这个唔是上关键的时刻。气象专家提醒讲，24到26，江南、华南还有贵州等所在会出现强烈的对流天气。25将会是这边雨水上强的时阵。特别西伯利亚西南部哇哈萨克的丘门州，溪水的水位涨甲正紧。俄罗斯媒体报道，伫过去24点钟久内，卡尔基诺村附近的水位起要加1公尺半，几落个村对外联络道路拢未通。伫这区附近17个社区，已经有超过500多栋厝雨水淹去，撤离超过3500人。边海哈萨克也伫咧撤离灾民。另外，印度有一寡所在是拄到热天气。东部奥里沙省的民众讲，这摆天气比往年这个时阵的天气更热。पानी बहुत सारा पे रहे हैं और बाकी धूप को देख के निकल नहीं रहे 4-5 बजे बाहर निकल रहे。马拉哈什特拉邦、古查拉底邦、奥里萨东部等部分城市温度已经超过40度。当局预测今年4月到6月会有10到20天热天气，比往年较多。伫咧过去同期温度升到摄氏40度以上的日子，大概是4天到8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4月初3的地动尾，即马一直来一直摇，国家警报即马互批评拢无弹，速度上慢。也搁嘛有讲，即马有一款台湾地动速报 APP 通报的速度是比咱气象署国家警报也搁较紧。即阵是长庆红已经有32万人登录下载来用，
那背后的开发者、研发者竟然只是一个高中3年的学生囡仔，伊是号做林子佑。有人就笑讲，伊一个人赢过一个国家队。也这个少年嘛真谦虚，伊讲伊希望未来会当和气象署合作，互咱的警报更较完善。来关心自由时报，立法院第10项三读通过《外洋渔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有新增加牵涉非法无报告也是无受规范的这渔获海产是袂使进口。若是违反规定，会当罚600万以上3000万以下；若累犯上悬，会当罚到4500万，而且会当犯一届就罚一届。来关心中国时报，台北嘅主治病院护理部有一个姓黄的护理师伫网络顶头也讲，病院内底有护理师无道德，会偷翕病人的私密相片，而且佮打出3张病人在开刀的时已经做麻射无穿衫裤的相片。针对这件代志，病院是表示已经停止这个护理师会当调阅的权限，嘛已经请律师提出告诉，嘛因为这个姓黄的护理师甲偷翕的相片公开，即马嘛互警方移送法办。每日伊是以10万块红交保。来关心花莲有一个1岁4个月大的细汉囡仔，20个时无喘气、无心跳，送上病院急救。医生是发现讲，这个囡仔的头壳哪一像风拍过，认为是脑干功能严重受损，还有脑伤。目前囡仔有生命危险，也搁在治疗。这医生嘛赶紧通报了后，警方是去。甲这亲生老母，也个老母这男朋友，拢带去警察局问话。尾安尼发现讲，调查了后，可能是囡仔爱靠互大人扇喙皮。那检方调查了后，即马法院已经甲因两个收押禁见。警方根据所查，厝内一直并为客厅、房间到曝衫的所在，内内外外拢敲吹，逐位都看过，嘛炸股票，甲现场一对证人躯体告案。受保护法跟家暴、涉嫌家暴法，小孩子怎么状况你都知道。这对查甫查某真清楚是安怎警方会来。20透早，花莲县公布有一个1岁4个月查某囡仔，拢唔知人无气，互人紧急送医。医师发现细汉囡仔的头重伤，脑中央出血合并缺氧缺血性脑病变，双边视网膜出血，评估基本脑中央的功能已经严重受损。经过诊断，通报好亲像互人虐待。该宋姓女子及陈姓男子涉嫌于4月19日中午，因陈姓男子拨打电话与宋姓女子时，该女童在旁哭闹，陈姓男子便唆使宋姓女子掌掴女童之脸颊。检方调查，涉案姓宋的妈妈听姓陈查甫朋友的话，涉嫌甲囡仔用来扇喙皮，因为查某囡仔又搁吵闹，妈妈又搁一家动手扇囡仔喙皮，认定2个人涉犯以效法杀人未遂这个罪嫌重大，有多亡套口径的顾虑，这理由申请羁押。法院开庭了后嘛，裁定羁押禁见。查某囡仔的生母甲查甫朋友涉嫌加强暴力虐待囡仔，查某囡仔连续几多天抢救，目前病况也真危急。代志发生这侪天，也未脱离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亚迪新竹是有一间工作室，休寒休热时拢会办儿童囡仔野队。去年是风声传出来讲，负责人甲囡仔性侵害，法院1审已经判伊3年8个月有期徒刑。也毋过最近就家长阁发现讲，这个负责人出来了后，阁咧开课招生。有议员和民间团体就呼吁讲，咱台湾应该学澳洲共款，爱建立儿童工作证的制度，老师爱经过筛选，才当保护学生的安全。主要咧推测 STEM 课程，收4年到6年的学生，伫新竹旗城边上课，看起来是一般的广告，煞互新竹的家长真惊吓，因为教课的老师若像去年捌伫夏令营性侵囡仔，1审互人判3年8个月。3人开班，5人满班，怎么5人就满班了？再来就是活动地点可以依你的需求调整，它有可能就是在规避这个短期补习班的设立跟这个选择。新竹市议员蔡慧婷讲，代志曝光了后，市府去稽查，目前无囡仔上课，嘛无商业登记，也未开课。面册顶头已经找无相关资讯。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怡指出，教育愈来愈多样化，毋仅是野队、综合补习、学在家所在，拢有可能正做囡仔安全网的空芳。
有越来越多新形态的上课方式以及营队的方式，却没有相关的法规来制定。因为目前幼教法规定，请教职员要先看伊的良民证，也毋过敢若适用教保机构。虽然部分囡仔相关工作业者嘛要求要看，人本表示应该要是爱学澳洲建立囡仔工作证的制度。他会接触儿童的义工、老师、专业人员，他都必须要有得到儿童工作证。这个儿童工作证的过程，他会检视他是否有相关前科记录，以及儿童工作证的建立，同时要加上他要有基本的对儿童权利的了解。日本强调，所有的囡仔工作者拢应该申请囡仔工作证，进行上基本的提选，建议会当收伫儿少法内底。呼吁教育部要赶紧开公听会，予伊入法。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37个死刑犯，主张死刑是剥削人性尊严、侵害生命权，而且违反比例原则，申请大法官解释。也若昨昏宪法法庭有召开严肃辩论，法务部这边是表示，咱国内判死刑是真谨慎，所以是主张讲这是下宪法的。也毋过申请方这边是认为讲，任何人拢无杀死别人的权利，主张应该用替代方案来取代死刑。这还是要为死囚请命吗？这时候准备怎么样应战吗？法务部官员几60位律师大阵出现，因为全台湾37个死刑犯申请释宪，主张死刑剥夺人性的尊严、侵害生命权、违反比例原则。双方伫宪法法庭直接对峙，大法官有3个人回避审理，包含尤碧祥、蔡景敦、蔡彩晶，由12个大法官决定死刑释宪结果。如果刑法是以受罚者的行为连结，正是这种自我行为的刑法责任承担，显示出国家既保障人性尊严，给予个人自主性以及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尊重。法律不许被害人报复，宪法也不该容许政府以应报之名行报复之实。请不要将死刑冒充被害人的赔偿。关键一大争议点，死刑做法定刑敢有违反宪法？申请方是主张死刑的合作效果无法度确认，残酷应付才是真正目的。不过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无高权会当杀死别人。法务部表示，宪政特殊肯认死刑制度，生命权保障并不是绝对。搁再讲，咱国的审判真严，搁有特别天数来保障。今天申请人方可能会说，不要用死刑，可以用终身监禁的方式来替代死刑。那终身监禁这件事情，下次会不会变成又申请违宪，说这个是酷刑，说这个是比死刑更不合人道的残虐的刑罚？多年来，所谓的多数反对废死是过于简单的说法，因为这种民调都是在问一个不存在的假问题：人民接受无条件的废死吗？但是我们今天在宪法上问的是，是否存在替代死刑的措施？死刑是不是构成酷刑？申请方持肯定立场，认为应该找出替代死刑措施，将结以步制步。法务部是主张当面以议事共识，有合理适合的替代方案，才当检讨死刑的准费。双方一句来一句去，大法官嘛提出问题。大法官呢，曾经很明白的跟民意不同而做出同性婚的解释。通奸除罪的解释，为什么法务部在死刑这个案例上一直诉诸民意？希望宪法法庭要让步。那对法务部提问，大法官嘛向申请方问问题，亲像电子的质问随机杀人案，在罪证确认无误判的情况下，敢认为死刑无违宪？双方在法庭论战几天，对死刑的准费激烈攻防。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政治的消息，未来的行政院长杜英泰伫昨昏有公布第5批内阁的人数，6个人内底有5个是现任的官员，包括农业部长陈俊贵、财政部长曾翠云，也各有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侨委会主委徐家清、人事长苏俊营拢是老任，只有主计长是新的，是台南市研考会的主委陈淑珠。准总统赖清德特别上任，准行政院长杜英泰23公布第5批新内阁人数，6位中有5位是现任到任，也是真途，包括农业部长陈俊贵、财政部长曾翠云、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侨委会主委徐家清、人事长苏俊营。唯一的新民厂是主计长职务，由台南市研考会主委陈淑珠接任。他们已经在过去为国家服务的岁月当中，
展现了他们的行动力。未来当然是要借重他们丰富的团队经验。杜英台表示，6位准首长的共同特质就是经验丰富、勇敢做事，以免因继续带动国家进步。其中，陈淑珠是赖清德台南市长任内的主计处长，8年来和台南委债务超过1000亿，高无欠债，表现真受肯定。我称他是节流跟开源的2刀流的主计长，发挥他开创性的精打细算。台电的一个亏损哈，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健保的一个补助，这个必须看整个一个国家整个的需求的排列优先顺序。除了个案名单真受关注，7至9名的行政院政委也陆续传出人选。现任政委陈金忠、留任之外，文化部长苏德、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拢互点名。搁较有媒体报道指出，但最近时期的幕僚马永成、林德群也会政治权力核心，变调大众回归艺术真高。超商的咖啡大杯的，只要加10元就有第2杯，所以我就找了好朋友一起喝。谈论的都是一些家常的事情。内阁团队成员公布完成之后，再陆续的去做其他重要人士的征询。杜英台对传闻无正面回应，也唔讲。另外，国安人事保障方面，预计赖清德会伫这礼拜亲自召开记者会，正式对外宣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会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北韩伫日下晡向东海发射几多辆底定的弹道飞弹，而且是由金正恩亲身指导。根据北韩的官方媒体报道，这届的军演是使用超大型的火箭炮，射程有讲352公里，这范围是会当到南韩的三军总部，也有驻韩美军的基地。也毋过，南韩的军方即马是认为讲，这款火箭炮应该还搁在性能的测试阶段。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日下晡的演习，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的相片，拢总翕到4个超大型多管火箭向东海发射，并且由金正恩亲身指导。朝中社表示，这是北韩头一届核反击模拟综合战术训练，目的是要向敌人发出明确的警告信号。北韩讲，金正恩对演习的过程真满意，不过南韩军方评估，这款火箭炮也搁伫咧性能测试阶段。另外，北韩的军方报纸劳动新闻嘛报道，这届的军演使用超大型多管火箭炮，射程352公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讲，由北韩发射的火箭飞300公里了后落来。所以上北韩的超大型火箭炮，都是予美国加南韩以编号 KN-25号名的底停弹道飞弹，主要是用来上准南韩。根据分析，这个长度会当为平用到南韩陆海空军本部所在的中清南道計量台加韓美聯合編隊綜合演習的昆山基地。專家講，可能飛行航程，這個測試可能是針對離平壤差不多330至350公里。南韓主要的軍事設施，綜合路透社、韓聯社、北韓官媒朝中社報道，在金正恩的指導下，北韓頭一屆核反擊訓練，目標是伫展示北韓軍隊多元化的核武能力，並且抗議美國甲南韓為4月12至26所進行的聯合編隊綜合演習。南韓是講，已經甲美國甲日本密切合作，全面戒備。公司新聞新樂培編譯。歐洲國家最近攏有在斟酌中國佇海外的間諜活動，真正流散德國的公民，那親像是透過學術合作，偷摕國家軍事技術，再把這機密透露予中國的情報部門，尾也是予德國的調查人員抓到。另外，佇英國的強諜案佇這禮拜要開庭，其中有一個嫌犯捌佇中國、香港和台灣活動。德國檢方2日宣布，已經逮捕3名涉嫌為中國偷摕德國軍事甲科技機密的間諜，其中1名嫌犯予中國國家安全部採用，利用另外2名嫌犯阿拉伯的公司聯繫德國研究人員，佮照着甲德國的大學訂立研究轉移契約，提供佇中國的合作盤軍事科技機密。那中國國家安全部就是這寡合作盤的金主。Wir haben die erhebliche Gefahr durch chinesische Spionage in Wirtschaft, Industrie und Wissenschaft im Blick. Wir schauen sehr genau auf diese Risiken und haben auch wiederholt davor gewarnt und sensibilisiert.
3名相关拢是德国公民，技术伫2022年6月进前都已经从事情报工作，检警搜索因的办公室甲徛家。3人被逮捕的时，当咧讨论后手的研究计划，包括会当增强中国海军战略的研究内容，除了偷摕军事机密，因也防指控违反当地出口法规，将特殊雷射设备运去中国。那伫英国是有2名查某人因为涉嫌违反政府机密法，为中国提供证据，去年3月获警方逮捕，下伫日出庭受审。因其中一个人捌是国会研究员，伫中港台事务真外条，接触过英国安全甲外交事务等重要官员。We've been very clear that the situation now is that China is behaving in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way abroad,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it represents an epoch-defining challenge and also the greatest state-based threat to our economic security. 对中国威胁提高警觉，英国当局顶个月就公开指控，中国伫2021年起一直对英国选举委员会进行网络攻击，想要得到数百万选民的资料。德国去年是伫国家安全战略中提起，要打击中国情报部门伫德国的间谍活动，也毋过对各国的指控，中国都全部否认。公司新闻由南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咱台湾总金额950亿美金的法案，20日时伫联邦众议院通过啊。今仔日伫联邦参议院7次投票，尾也嘛过关。目前参议院2党咧协商，上紧伫今仔日也是明仔会进行最后的表决。继续关心英国国会进前有通过将具争议的移民法案——罗安达法案，认定讲东非的罗安达是安全的国家，所以会当甲申请庇护移民也是难民送去罗安达安置，目的是要防止非法移民进入英国。这个法律即马英国王室已经批准啊，第一批的难民7月份就会送去罗安达。来关心人工智慧，即马正时行，袂少企业拢有推出 AI 的相关业务，要来减少人力成本。也毋过咧训练 AI 的时，有可能会出现侵权的争议。亲像伫中国就有心理头一站 AI 声音侵权的官司，有配音员是指控讲伊家己的声音无经过授权，就互提起做训练 AI 的语音。若法院即马是判侵权确定，要求爱赔人民币25万。算算差不多是台票112万。来关心4月初3，咱花莲发生大地震了后，第23半暝佫发生2起规模6以上的地动尾，这是互花莲受损害真严重。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即马有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做好准备，会根据台湾的需求提供协助。另外，根据统计，咱台湾这边募款的专案，即马到23下晡晡4点的时，已经有募到13亿。内底日本有关美金100万，韩国有关美金50万，泰国是关100万的代票要协助咱中建。23透早，真侪民众当伫困眠，煞互地动摇甲醒过来。台湾伫4月初3发生花莲7.2大地动了后，大大细细地动尾无断过，造成民众伤亡、厝倒去和交通断去才灾情。日本内阁官长林芳正是表达慰问，嘛强调日本已经做好支援台湾的準備。現時点で邦人の生命身体に被害が及んでいるとの情報には接しておりません。4月3日に大きな地震が発生したばかりであり、今回の被害に改めて心からお見舞いを申し上げます。日本政府としても引き続き必要に応じて支援を行う用意がございます。那日本伫花莲大地震发生了后，包括教宗彭济国、科索沃总统和意大利、德国等等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拢陆续来慰问台湾。干那台湾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友邦，到巴拉圭、瓜地马拉等等16国267个政要表达慰问关切。圣文森总理龚萨福更在当地时间4月3日通过决议，宣布捐赠5万美元协助我国救灾。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16个国家，267名政要在震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立即透过住处向我国表达关怀。外交部对于国际友人热忱地表示关怀，再次表达我方诚挚的感谢。外交部嘛陆续发文来感谢泰国捐100万的代票，土耳其派无人机专家团来台湾，还有日本、韩国分别捐100万和50万美金来帮助灾后的重建。根据赈灾基金会统计，到23下晡4点是已经募到13亿，全部捐钱条数是到17万3000条。记者综合报道。
地动甲打一直还佫有地动尾，台北市长蒋万安即马有要求台北市的建管处，针对这红单、打红单、黄单的建筑物，就爱佫做一摆巡查。新北市这边嘛已经有请技师进行红单、黄单建筑物的巡查，看地动尾了后受损害敢有变甲佫较严重。建筑师用手机去面城社区这栋大楼的外口壁的情况，这栋大楼因为花莲0.403大地震出现严重避损、大面积泰路落落来的情况。红单黄单因为23全台佫发生几啊摆的地动尾，建筑师甲监管处到场巡查，确认情况敢有加重。就是有一些外墙剥落，或者是较为严重。那这个还请社区来看看怎么来维护。各栋管各的啦。啊，阮若要修理，阮头前小可外墙小可落来尔啦。全台一直有地动，北市为0.403大地震以来，危险建物有红单2件、黄单17件，这2天的地动无过增加单数。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监管处23完成红黄单建筑物的巡查，确保民众安全。从0403花莲大地震到目前累积进线建物的状况大概有1800多件。区公所也结合3大技师工会来全面的去就红黄单再检视一次。那目前已经完成0403的红黄单建物。新北市最大震度有达到3级。今天早就有请技师相关人员到现场去做确认，现场确认是今天10点为止是没有。新北市列管危险建物有红单6件、黄单15件，23也完成巡查，确认受损无加重。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启动危险建物评估甲落实调度专案。方署和国土署来成立专案的小组务必要协助跟督导地方政府，即刻来启动危险建物的评估机制，做好警戒的工作，并且尽快的落实危险建物的拆除措施。国土署统计，为0.403花莲大地震了后，到22:21点，全国红单建物有73件，以花莲57件、甲桃园8件较侪；黄单145件，其中花莲57件、桃园53件、台北17件。记者综合报道。地动遮大，阁遮接，这嘛造成科学园区内底厂商有造成威胁。为着要减少厂商的损失，阳明交通大学已经有组团队，因伫2016年开始就针对科技厂房开发出防震技术。这几年伫地动当中嘛有发挥真大的功能，有减少半导体厂商的损失。4月初花莲大地动了，地动尾是又袂煞，这2天又阁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动。因为科学园区是台湾正重要的产业基地，若拄到地动，要安怎降低损失？阳明交通大学内面就有一座大型的实验室，有一套针对半导体厂房所设计的防震系统。先看一般无装系统的架仔，地动时阵，架顶的物件也甲规涂骹。另外看这套有装系统的架仔，拢无代志。在建筑结构里面用了很多这些抗震的阻尼器。但只是说用到科技厂里面，它的原理是相同，但是做法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因地制宜，根据这个无尘室里面的这个条件去决定你该怎么样去装设这个消能器。那我们用消能减震的这个方式，它是把地震能量给吸掉嘛，所以它同时把位移也降低了，把加速度也降低了。所以只有这个方法可以确保这些晶圆盒不会掉下来。1赫兹50 nm， 赛波 ROM。用电脑模拟地动发生时阵的有害。教授讲，科技厂房内面拢是敏感的设备，尤其一般的自动化系统防护性较低。万不幸若发生地动，架顶的晶圆落来，造成的损失是真严重。每一个晶圆盒里面放的这个晶圆数量大概是20-30片这么多，所以它一次的损失就很大。那放在这个仓储上面的那个晶圆盒的数量非常多，所以它在那一次完全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掉下来的比例很高。这一次地震来讲，装了这个系统的话，减少的损失那当然是少很多了。教授讲，团队自2016年开始协助台湾的半导体，伫部分的大型厂房装这套防震系统。经过这几年的实验，成果袂歹，也伫这边的4.3花莲大地动发挥作用，减少科技产业的损失。
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顶个月有人为着牵狗仔的这锁啊卡伫石头旁转卡119，若旧年高雄市嘛有3000外件，市消叫消防队去替民众处理一寡有诶无诶无要无紧的代志。民意代表即摆就认为讲，明明就有消防法通好发，毋过这2档过去啊，咱拢无处罚甲半件。即摆因是要求高雄市政府爱强制执行。人还清醒，有正常呼吸吗？来到消防勤务中心，电话一直卡入来，消防人员逐工处理民众的报案。毋过顶个月高雄就有民众报案讲，有人掉伫石头，救护车到现场才发现卡掉的是牵宠物的锁仔，就机关批评讲，根据消防法36条的规定，若是民众乌白报案，是会当罚钱。毋过这2档以来拢无人互处罚，认为市府爱严格执行。因为呢，有一些的民众呢，请这个我们的消防弟兄，不管是去帮他们晾衣服啊，或者是炒饭。高雄市消防局去年有12万件消防救护案件，其中较无紧急的第4甲第5级有8000外件。面对议员质疑，消防局表示讲，有不少人是报案时阵伤过紧张，若是民众毋是超工的，基本上都袂开单，干那110年有罚过1件。一名李姓男子至少拨打15通119电话。那消防人员到场后，然后他表示他没有拨打119电话或者是不需要就医，依据消防法第36条然后给予裁罚。根据消防局统计，救护车予民众乌白使用，上侪就是把救护车当作客丁车，第2就是啉酒醉民众乌白卡，第3就是指定送到较远的病院。收费的情形上济状况就是讲，民众甲咱救护车因为免费把它当作是一个免费的交通车。高雄市有规定消防救护车收费的办法，若是有评估无紧急乌白使用，会罚1700块。消防局表示讲，收费是希望民众唔通乌白用，未来针对乌白使用的人加强处罚。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早前在庙会，以前在庙会也是新明星、喜事、丧事，拢会当看到车鼓阵，是用这热热、真趣味的表演来带动气氛。也毋过即阵呢，愈来愈稀微啊。中华即马有社区大厦开课教民众车鼓阵，希望甲咱在台湾民俗艺阵会当继续传落去。学员练习打4门的脚步，传统车鼓阵是台湾早前真兴的民俗艺阵。中华嘛有一位车鼓阵高人，是调用老先生。但是即阵艺术的年纪大，这项技艺愈来愈少人会晓。到社区大学开一门车鼓阵的课，教民众基本的舞步加歌谱戏文。伫个好比是调用老师，伊车鼓阵已经渐渐无出来。外口咧传承的时阵阮找到王立国老师是过去是调老师的学生安尼，社区这边有一阵对传统戏剧真有兴趣，遮的在地朋友来互因做伙来学习。我应该是做头2-3年尔啦，像我会晓的，伫施老师遐学的，我会晓我就甲因教。有负责教舞步的王立玉老师，嘛有教家己戏剧的柯春和老师。柯老师讲，车鼓阵过去拢是老辈的人一喙传一耳，无文字的记录。所以这几冬，伊甲车鼓阵相关的书甲曲整理编做教材。较早在曲传统戏曲，较做成资料，互大家要学习的时阵，有一通看，较袂讲学甲乱七八糟。咱资料甲建立起来了，以后流传嘛较都久长。逐项我拢要学看卖啊。跳舞咯，还是迄个你行迄脚步，我拢嘛会学习啊。南管迄有迄乐器，我嘛加减学啊。柯春和表示，早前新明星、庙会，甚至喜事丧事，拢会当看到车鼓阵。南管系统的音乐搭配趣味深色的戏文，有日常热烈的作用。即阵透过伫社区上课，教民众人车鼓，希望互这项真有代表性的台湾民俗艺阵继续传落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1970年的今仔日4月24日，伫美国的留学生黄文雄为着要追求台湾的民主和独立，伫美国开枪要刺杀蒋经国。今年是刺蒋案54周年。刺蒋案伫美国发生了后，是互外国人看到咱台湾人要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女性，就是黄文雄的小妹黄静美。伊除了参与规划行动，后续的救援嘛是拢靠伊。即马有民间团体特别为伊举办文献展览。今年是刺蒋案54周年。1970年4月24日，当时为着要追求台湾的民主独立，伫美国留学的黄文雄开枪要刺杀蒋经国，未受失败，连同7位者之一的田自财被当场逮捕。这个刺蒋案也更有一位关键的行动者，就是黄文雄的小妹田自财的看守黄静美女士。伊除了参与行动规划，后续的救援事工嘛拢靠伊，说真罕得有人知影。黄静美女士吼，咧事件中间来讲，会使讲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甲关键的女性的一个角色。啊，过去嘛真可惜吼，咧咱的历史课本啊，吼，啊，咧是讲一寡材料来讲，拢较罕咧甲介绍。会感觉讲，其实咱啊吼，更较侪人实在讲，咱台湾女性吼，虽然讲细粒子，不过伊的power嘛真大，会使有咱社会为咱台湾，会使带来吼足大的改变。后来黄静美为着要将规个事件记录落来，自2001年伫台湾本报开始刊刺蒋案一系列的台语文章，为着要互愈侪人了解黄静美，苏黎世基金会特别为伊办文献展，除了展出当时国际救援的唱歌，嘛包括伊的台语创作。黄静美女士虽然是这个读英语出身的吼，就是讲伊是英语系，然后伊落尾伫瑞典嘛是做瑞典语的老师等等。毋过伊一直无放袂记伫伊家己的母语台语，所以伊真坚持讲写数字事件爱用伊家己的母语来写。这嘛是这以台语的角度来讲，当然这是足宝贵。黄静美一生关注台湾的民主运动，嘛积极参与政治、反领导救援。即届的展览办伫台北市立北国家纪念馆，展出到5月初2。苏黎世基金会希望会当透过这个珍贵的资料，互社会更加了解刺蒋案当中的女性战士。后续这个展览嘛会伫台湾各地举办。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即马人拢有手机啊，若电子产品、网络真死行，看袂了啊，已经愈来愈少人咧看册。要过呢，昨昏是世界阅读日，出版业和国家图书馆有举办座谈，咧讨论咱台湾阅读的现状和未来。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真侪图书馆和出版社拢会办活动响应。不过，伫这个电子产品才时行年代，看册人是愈来愈少，爱安怎甲阅读推广出去？出版业工会参国家图书馆拜2举办讲座，讨论台湾阅读的现状甲未来。根据国家图书馆去年的调查，上爱读册民众年岁差不多是35至44岁。出版业工会认为，阅读的习惯就要为囡仔时代培养起。读册，咱爱对囡仔开始读，有咱有一寡，搁较侪册落去幼稚园，咱去教这囡仔免阅读。不管后来咱着到国小、国中、高中，其实因着自然就会养起这个读册的习惯。除了看册习惯是愈早开始培养愈好，优先册业的理事也认为，即马这个时代徛伫第一线的册店，毋是干那卖册尔，爱主动去创造民众看册的需求，结合一寡活动建立特色，才有法度甲阅读推广出去。开一间咖啡店，开一间脚踏车店，旁边放一本书，是不是也在做一种创造需求的事？现在的书店重视的是，我们必须要透过选书来说我们这家书店的特色是什么。我想要跟这些读者们创造什么样的连结？出版业工会原来真认同结合无共元素和阅读的推广方式，因也认为即马无一定是伫册局内底推广，应该爱行出去，用多元的方式，互读者接触到册。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即马数位时代纸本的印刷，即马已经是愈来愈稀微。印刷册较无啊，毋过即马呢，一年一届纽约国际古董册展览已经开始在展出。内底呢有这抹读的阅读册，也是用人的皮肤所做的皮肤册，奇奇怪怪拢有，带乡亲同齐来看。古书商伊安卡恩以手内摕这本土黄色无啥大本的书。伫纽约国际古董珠大展标售的计销是45000美金，换算台票144万，
卡恩讲，这本1682年做的书真特别，因为伊是人的皮肤做的。So this was bound in 1682 by a medical student who was studying medicine in Paris. He was a Spaniard and didn't know anyone, so he was going to theater. He went to see a play called Liberon, which he liked so much he bought a copy in sheets. A short time later, the actress who had performed in this appeared on his autopsy table. And the only way you end up in an autopsy theater in 1682 is if your body's unclaimed. And he knew that when they were done, she would go into a mass grave and be lost forever. So he took it upon himself to take a section of her back, process it to parchment, and bind what is most likely the last play she performed in her skin. 除了正惊人的人皮书以外，300多本19世纪中期出版、猪皮用砒霜染色的有毒的书，也真惊人。为了要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每一本书也个加手笼，也个隔离的底下。4月初，一个曼哈顿的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这栋真有历史性的宗教建筑物所举办的纽约国际古董珠大展，已经有64年的历史。规模加展出的珠、地图、插图、版画，也个手稿，规模人讲是世界第一。今年有来自15个国家，要加200位珠商参加展览。包括各种奇奇怪怪古珠，一个成本印刷，让人看甲目睭花。真正为了要纪念美国作家楚门科波提100岁名单，用1000多粒要加37重的白酸椒，倒伫咧北京轻架顶头所包装的一本蒂凡尼早顿小说，方面用1950年代曼哈顿望基庄轨路系统做设计灵感，伫咧第5大道甲57街挖角的所在，也就是珠宝公司蒂芙尼旗舰店的所在，放一粒阿玛迪7罐的纳宝珠，一本珠光闪闪的珠要150万美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写。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28度。外岛19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真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